收听7月28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147到148篇，要赞美上主。要赞美上主是从146篇开始，一系列到150篇哈利路亚赞美诗的关键跟重点，因为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上主。而另外一个版本中文的翻译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做开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做结尾。开头结尾意思在原文都是哈利路亚。为什么我们要赞美做开头，赞美做结尾呢？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148篇14节告诉我们，他使他的子民强盛，因此他忠贞的子民以色列，所有他亲爱的子民都颂赞他，要赞美上主。赞美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上主？赞美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为什么需要每一个礼拜、每一天，甚至我们想到没想到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我们的身心灵来赞美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呢？或许这个故事会让我们稍微看到一些可能性，稍微看到这个全貌当中的一个小角落。这个故事这样说，有对夫妻这个妻子呢在穿衣镜前面在试衣服，然后她在那换来换去在比对的时候在穿的时候，她回头就问她的丈夫说：好看吗？好看吗？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然后这个丈夫竟然在那个时候就看了她一眼，然后就没有讲话。这时候我们可以猜到这妻子怎么了。不过这个妻子虽然有点生气，但她好像是个文人她还引经据典讲，她说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赞美的话可以让我活2个月，你怎么就不试着对我说几句赞美的话呢？然后这时候我们猜看这个先生会说什么这位丈夫会说什么他会说哇好看好看这样吗？他不是这样说，他竟然回应他说好吧，那你想活多久？你说。他是说你想活多久，我要赞美多久。赞美关乎想活多久吗？关乎想怎么活吗？的确赞美不仅关乎你想活多久，你想怎么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你赞美的对象是谁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赞美？在今天的这段诗篇147到148篇，让我们看见赞美其实对一位信靠上主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我这样比喻好了，今天我们看见一个5克拉、50克拉、100克拉的钻石，或者是你看见一个好帅的车好美的艺术品，我们都会发出赞美。但是我们看见长得漂亮长得帅的人，我们都会赞美，因为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说出他的本质，我们说出他的帅，我们说出他的美，我们说出他的价值。所以赞美上主其实是在将上主的价值说出来。然而赞美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赞美一个事物很美好的时候，是关乎那个被赞美的事物，其实不是关乎我们自己。譬如说你赞美这件衣服好漂亮你赞美这一场这一餐饭好好吃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赞美这个衣服很好看，我不一定有享受到它，我不一定跟它有关系。
但是我赞美这个东西很好吃，是因为我吃过，我会告诉别人这很好吃，我有那个经验，当我在讲的时候，在说出它的本质。而赞美上主就像这样，我不仅是说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主，更重要的是他不同于赞美钻石、赞美名车，我买不起，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拥有。赞美上主是一个人跟上主一个极大极大的差异，却在我们的赞美当中，我们加入在主的里面。我们加入在什么里面？加入在他的荣耀里面，我们加入在跟他的关系当中。当我们在说这位上主是公义的，不论我们是不是公义的，因着主的公义，我们好像被带领进入到那个公义，所以我们开始发现自己的不义，甚至我们在我们的不义当中，我们转向公义。所以赞美会带来生命的改变，赞美会让人感受到价值，赞美会带领人的眼光被改变。在那个被改变当中，不仅是被改变，更是开始一步一步的更认识我们的主。我曾经有举过例子哦，我说我们如果是看这个美食节目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看到这个吃这个东西我们会怎么形容。通常呢，如果我吃一碗面，我就打开，哇哦，好香哦，好烫哦，然后我吃，好好吃哦，或者是我们会说好咸哦，或是好淡哦。然后你知道，赞美会带领人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就好像看时尚玩家。当一碗面被打开的时候，如果是这个时尚玩家，他们怎么介绍？他们会说，哇，这个面你看它的颜色，你看这个汤它的这个油亮的感觉，哇，这碗面一定很新鲜。然后呢，他在夹那个面条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你说，这个面条的 Q 度、熟度跟我们平常很不一样哦。所以你有发现吗？诗人他们赞美的上主，其实跟我们平常在讲感谢赞美主，其实有一些层次的不同。因为在147篇、148篇，我们看见他们邀请、他们宣告全世界宇宙万物都来赞美上主。他们带领我们到一个层次，是看见赞美主是在各式各样的事物当中看见主的作为，看见主的创造，看见主的掌权，看见主的公义，看见主的自然律。我们看见那样的赞美带领人有更广大的视野。所以在我们分享的当中，我想我们要赞美主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说出这位主是永在的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这位永在的主，我们就按着他的心意，就进入到他对我们那永远的生命的这个赏赐里面。当我们赞美这位主是公义的主，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公义或不公义，我们因着相信有这位公义的主，而且我们相信他必要来掌管全地万物，我们就知道即使我们面对现在的不公义、现在的患难，我们仍然心能够喜乐。所以一位赞美主的人，他的生命是会改变的，是会活很久的，因为他跟这位永远活着的主连结，他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甚至在主跟我们的关系当中真实经历到，就像今天说的，耶路撒冷竟然重建，我们竟然看见神带领他们归回，我们竟然看见神一直在历史当中保护看顾，甚至到如今透过我们生命真实的经历，我们经历到这位主是医治的主，是安慰的主，是在那微小的声音里面向我们说话的主。所以每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这是一股能力，这是一股力量，而且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是我们说出我们的主他是一位怎么主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被带领到这位主的应许和恩典当中。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来默想，赞美是在经验、关系、期待中产生的行动。我今天要来赞美这位上主是因为什么样的主呢？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去运动，然后就在那里跑步，然后边跑我边唱赞美的诗歌，唱，我边唱我其实是在哭的，可是在那个哭的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赞美的里面，我在说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盼望，我就在那个流泪当中，在跑步然后流泪，然后唱诗歌，就在那个过程中跑到最后，我的心情是完全反转的，因为我发现我是在跟这位他有公义，他带领我，他陪伴我，他与我同在的主连结。所以在赞美的里面，圣灵的工作会带领我们，不仅是经历情绪上的转换，更多的是让我们领受从主来的能力，能够继续的活出合乎他的行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赞美上主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是我们一生中很重要不可或缺的行动，因为赞美你，我们就知道主啊，你在我们当中，赞美你，我们就看见主你在我们所有的行动里面，你在我们的呼吸存留当中。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学习赞美你，让我们经历赞美你。我们要将我们所有一切领受的恩典都归荣耀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在赞美他的过程当中更深来经历他，更深认识他，也更深的来经历从他来的盼望。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